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 AM 新闻，我是孔阿文。先开始来关心今仔日 AM 新闻的重点。美国总统川普批评 WHO 是中国家己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在台北有航空店讲是臭 UMB 欢迎判因爱刷为业者是出面化冤枉。台湾社会特别进口瑞德西会治疗重症，在日本又阁有小会感染了。先来看到两个意外消息，而且嘉义阿里山的新民铁路昨公6号到林山车站附近边坡有石头落来，消费车阵啊无法度行，影响到今仔车帮，这是旅客是专业来退钱。咱会当看到画面，在接手机甲这石头将阿里山新民铁路的铁轨路拢砍掉的，伫到林山车站附近，因为站山区大水河自成顶悬边坡土石规个拢出来。火车无法度行，今仔嘉义甲十二路来回6个车帮拢停，已经买票的乘客是全部拢退钱。管理处嘛在进行抢修，毋过山区的天气无啥稳定，爱到明仔载下晡5点之前看会当修理好无？继续来看的是这南投17老街牌楼，迄角讲定有状况，所以决定今仔日要拆。毋过负责个包厢因为机械故障，这牌楼又阁伤过重，吊车下盘无遐尔稳，阵啊冰车好较济，无人受伤。吊车正伫吊牌楼，毋过工人发现敢若毋对，大声喊，吊车煞雄雄规个倒落来。现场轰隆一大声，牌楼全落伫涂骹。详细看，工人拢无伫防护的帽仔，下骹要一个工人摔落来，赶紧拍掉咧。虽然讲无人受伤，不过也互周边的民众看到到地惊一个。讲唔着这个，到家就哭啊！请问发生什么事？爆炸嘞？没有那个10项号志的管制，然后车流量也非常的多，然后人车争道情形也非常严重。其实一直都有在那边有发生一些碰撞的情形。公所讲，敢若是吊车机械有故障，加上牌楼本体相当造成意外。这座牌楼是921建了后，公所为着提升当地员工，打造出高楼街路的意向，到即阵已经12年啊，是真久拢无修理。离伊的所在拄好在民生路甲11街路口。当地警方讲，因为牌楼踩伫遐，正边倒边拢看袂写着，加上无号志。另外一个路口就闪黄灯，所以常常发生意外。影响到说要进入集集地或是要出来的转角的地方，它会被那2根柱子挡住这样。双方事件上，或者是因为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也有 7， 还有夜市啦，就还有它的公车路线，其实都蛮危险的。拆掉了，较安全，无遮在了车祸啊。警方讲，因为当地是连接火车站甲市区，人车真多，每个月估计有1-2件烧龙意外。而公所讲，因为牌楼会甲车阳灯挡掉咧，最后只好改拆掉，也在7个设伫交车路口的号志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国际上的大代志，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召开记者会，对着中国用要杀这香港版的国安法做出制裁措施，伊是来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嘛要制裁损害香港主体权的中国加香港的官员。另外嘛要禁止讲有解放军背景的研究生入去美国。中国对这代志是呛声对下，香港官员是认为讲川普违反国际法的原则。美国总统川普进前有过会对港版国安法通过做出强烈反应，而到个人开记者会对中国宣战，批评中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甲基本法，下落香港地位。这对全世界来讲拢是悲剧。美国会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并且提出制裁。China has replaced its promised formula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with one country, one system. Therefore, I am directing my administration to begin the process of eliminating policy exemptions that give Hong Kong different and special treatment. 川普宣布的4大制裁做法包含要制裁危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旅游者特殊待遇、限制中国签证等。记者会了后，白宫更加补充，为了防止美国经济、智慧资产遭到中国偷摕，损及国家安全，会禁止甲中国解放军有关系研究生入境。对此，香港官员在去接受访问时，强烈反对川普的讲法，认为这款的做法违反国际法，敢有他国事务。It is said that we are becoming one country, one system, and we've lost the autonomy
Now, that is completely false and wrong, infringing on 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vention under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at is not acceptable. 我哋係非常反對嘅，威逼特區嘅官員呢，我覺得咧係唔會成功嘅，因為我哋係相信我哋自己做嘅事情呢係正確嘅。香港官員支持中央建立港版國安法，認為美國這款嘅威嚇手段未成功。財政司長陳茂波更加表示，美國取消香港嘅特別關稅貸步，對香港實際影響無大，政府已經有準備。而中國也講會反制做法。如果美方執意損害中方利益，中方必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堅決回擊。係北京當局係需要正視國際社會嘅反彈，同埋習近平係要為而家嘅制裁同埋嘅所謂嘅呢一個特殊待遇取消負上最大嘅責任。香港眾志也舉行記者會，講美國嘅制裁是必傷亦個必然，中國愛負全部責任，愛北京撤回港版國安法。香港眾志常委盧冠聰是希望國際繼續來關心注意，美國對香港實施制裁會分階段進行，呼籲香港人莫放棄抗爭。記者綜合報道。川普喺記者會頂批評 WHO 是中國假理，要停止和 WHO 的關係，宣告退出世衛組織。這咁咪影響到咱台灣參與到 WHO 咧。外交部是回應講，即馬會關心注意。行政院長蘇貞昌是呼籲講，愛讓台灣參加 WHO 會當對到世界防疫做出貢獻。Because they have failed to make the requested and greatly needed reforms, we will be today terminat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redirecting those funds to other worldwide and deserving urgent global public health needs. The world needs answers from China on the virus. 美國總統川普宣布要退出 WHO， 更加擱再用武漢病毒來稱呼這擺疫情，指責 WHO 是中國假理，即造成全球大流行，要將資金用喺別個所在。行政院長蘇貞昌是擱再呼籲，讓台灣參加 WHO， 應對世界防疫做出貢獻。有很多國家為台灣發聲，我們也希望防疫無國界，我們世界衛生組織讓台灣參加，台灣更做貢獻。美國如果真的退出了世衛，那世界可能還要再做一個建立一個大家互相能夠信賴的一個平台，讓未來如果有新興的疾病的時候，能夠更迅速的來反應。只是美國退出 WHO 了後，是唔是影響能夠繼續推動參與 WHO 復會一事？外交部表示有透過無同管道了解美國行動的後續影響，並且注意後續發展，研究訂定對咱國上好的策略。在其他國際友邦也未回應進前，外交部無評論。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到這美國的抗議，這是美國非洲的查甫人，即弗洛伊德講到警方逮捕的過程過往期的事件，即馬煞變做民眾抗議的暴動。有相關的地方首長是呼籲民眾愛冷靜，有的是譴責講有人是趁這個機會鬧代誌。在弗洛伊德無害案發的明尼亞波利斯，警方甲支援的國民兵發射催淚瓦斯，想要甲群眾趕走。就在軍警隊伍後壁一間店面，規個攏燒起來。利用抗議群眾放火，也包括民眾的自用車，也有厝。相關的情形也出現在亞特蘭大。國民上這10人也笑用警察車燒起火來點手的薰。由亞特蘭大是有名的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恩出席的所在。相反是非洲的市長在記者會上語氣真激動，強烈譴責就機鬧事放火的行為。This is not a protest. This is not in the spirit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This is chaos. You are disgracing our city. You are disgracing the life of George Floyd. 團出抗爭的各州甲各大城市首長攏呼籲民眾愛冷靜，讓檢方來調查清楚。有媒體評論員就講，上好的方式就是大家這陣啊，較愛看電視新聞。Television and especially cable TV news is rooted in conflicts and emotionalism and stirring up powerful feelings. That's how they get people to watch the channel, for hours and hours.
被涉案的警员德瑞克书凡已经予检方以3级谋杀甲2级误杀2项罪名起诉，其中3级谋杀罪名若成立，在明尼苏达州相关会被处25年有期徒刑。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刷转来，过来关心疫情相关的消息。过来今仔日无新增加武汉肺炎确诊的病例。刷到美国甲日本紧急开放在瑞德西韦治疗武汉肺炎重症的患者了后，咱即嘛宣布核准，讲瑞德西韦会当进口会先备办1000人厝的药仔，主要是要提供给重症的患者。国内个零确诊，而且第48天无武汉肺炎本土病例出现，全台确诊人数维持伫442例，7人死亡，471人解除隔离，也有14人住院治疗中。台湾这样还是一样哈，本土哈，我想是连续已经大概48天没有确诊的个案，我想这是一个好消息。台湾疫情相对稳定，关岛就宣布，为7月初1开始，为台湾来游客唔免强制隔离，就用去关岛观光旅游。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这是肯定台湾防疫成功，不过台湾还无开放个人出国观光，等来了后，依然要居家检疫14天。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开放了哈，那如果未来如果要去的话，那可能就是回来还是要居家检疫。当然还要看个案相关的一个情况。为保障个人治疗权益，各因应疫情可能发展，自美国、日本紧急开放瑞德西韦治疗武汉肺炎重症患者了后，台湾也宣布核准瑞德西韦药品输入，初步备货1000人次，只提供给重症患者使用，用药时间上长10天。第2批的药品是要到7月份。7月份，公司他们才会制造完成。那我们现在积极接洽的就是第2批的这个药品。多少？我们希望他们可以给我们1000人次。消息强调，美国是透过紧急使用授权命令 （EUA） 直接核准，无提到许可证的瑞德西韦使用。日本甲台湾是同款，拢有核发许可证，所以药厂爱伫1年内完成风险管理等计划。按算上紧7月底，国内就已经摕到药品。记者综合报道。嘛，要来看到卫福部的部长陈时中今仔是带着这防疫团队去台南做2天1暝进行观光旅游，伊也去奇美博物馆参观，穿着讲有为乌面腊八造型的孔式的这靴子，加着有这沙巴鱼的排包。跟理事长安排找几个点，那希望能够促进台南的观光、台南的兴盛，打的周边来每一个地方都想去啦，但是时间就无遐短呢。每样东西都想吃，又怕肚子变太大，干嘛光不笑脸？我就刚刚咧比较老气安尼看到那个笑脸，所以大家拢想那个带回家。看到家己穿即束正有台南味的靴子，伊讲看下家己有变较少年。即届来，伊讲台南景点真济，好食物嘛真济。为电影扛棒的大师甘进发，有为了防疫大作战的扛棒，向这防疫团队来致意。伫美博物馆人嘛吵，但是种嘛来提醒民众爱记得去安保持社交距离。即摆疫情等候各县市放宽这毕业典礼的一寡限制，台北市阮也经这公立高中决定要恢复毕业典礼，不过有的是对家长的入场有限制，来看卖。检查库定价用回收的纸甲课本，做出几种的动物。附中毕业典礼小组260位动物，为自5开始，就咧为毕业典礼来拍拼。拟出多个方案，然后再一直随着这个过程去改变，所以我们很多的布景主题都是要想过很多种。附中毕业典礼一向由已经录取大学高3的学生准备，今年早定出蓬莱仙岛的主题，要重稳伫学校生活。进前疫情严重，考试布置还佫兼顾防疫，好加在限制放令，创意才能落实。我觉得超赞的，因为这就像是一个传统，我们至少有继承下来这个传统。就会有做警卫的雕像啊，然后或者是就是也会做那个体温，量体温，然后在那边量跟喷酒精的设置。
校长表示，1000名毕业生会伫礼堂挂喙罨，而且维持学生这是主体传统，家长未就去管理。另外，建中甲警备女中为教师直播开放实体毕业典礼，不过建中无开放家长，警卫是一个学生应带一位家长。因为它的规定是，如果有维持室内1.5公尺的一个距离的话，就没有人数限制，也只要有就不用戴口罩。我们现在唯一还需要在思考的问题就是家长，我那一天是不是要像会考一样去帮他们量体温，还有消毒？台北市立公立高中的毕业典礼，一年来拢是由学生家己规划。学生讲，开放实体毕业典礼变甲更加无形，不过拄着疫情的应变，也是新的学习特别的回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日本解除紧急状态了后，武汉肺炎确诊的人数讲颠倒起来，特别是伫个东京都，伫九州的福冈，有哪发生这病院甲老人的养护中心有小微感染。根据日本 NHK 电视台报道，北九州市传出的互相烧话的情形，包括北九州综合病院甲一间新启用的老人养护中心，总共有26个人确诊。当地统计显示，北九州市到5月2日为止，连续23天无任何新增加确诊病例。不过，对23出现3个人确诊开始，到29总共出现69名确診患者，其中27人的感染方式不明。第2波の入り口からさらに進んでですね、真っ只中に来ていると、深刻な事態に陥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断固たる決意で戦わないと、今後さらに大変なことになる。伫東京都29一天新增加22個確診病例，4、5月10以來頭一擺超過20人，顯示首都地區疫情有回升的情形。数字があまり上がってきますと、それは東京アラートという形で警告といいましょうか、ウォーニングを出す必要が出てくる。それらについてもまた専門家の皆様方のご判断なども仰ぎながら考えていきたい。總計對日本傳出武漢肺炎疫情以來，東京都的總計確診病例已經超過5200人。麻煩的是，其中超過半數的55%，醫療體系無法度掌握到患者感染方式。另外，東京都除了考慮發出警報，已經宣布放寬行業，是不是擱再納入管制，也擱再觀察。在北九州市方面，感染方式不明的比例雖然比東京較低，不過有明顯的互相燒話現象。市府除了呼籲民眾盡量留在厝內底，避免出外，包括人較多的現場表演餐廳這場所，停止營業的期限至少延長到6月18。記者綜合報道。来看到政治方面的消息，高雄罷韓進入最後階段，罷韓團體對今仔開始，逐天攏有辦遊行。韓國瑜今仔並無出席一場的罷免說明會，伊是參加市政活動，主要是希望會當化解罷免的危機。罷韓四君子帶遊行隊伍向前行，為前高雄縣長已經發舊頭股基礎法，號召支持罷免民眾行完最後一里路。橋頭作為台灣民主的高雄罷免民主的最後一里路，非常的適合。那在這邊，我們要從這邊重新開始，重新出發，找回台灣的民主，找回高雄的民主。高雄人站出來，高雄人不會輸。近日罷韓決戰黃金週罷韓團體發起逐天遊行，都要前進公山、鳳山、三山。韓國瑜的票倉，各講已選定7個歷史現場點出發，參加民眾將黃絲帶綁在頭殼頂，或者是身上，展現罷韓決心。現在已經進入到第3階段，正式投票了。我們的投票受到許多的阻撓、許多的威脅、許多的打壓。我想，我們把民眾委託我們的部分做到最好。在這邊，我們也希望所有的民眾自主的站出來。陳冠英閣批評韓國瑜因為禮拜六這場罷免說明會是投票前唯一一場，被罷免的韓國瑜全程無出現，共這時間到主管蔬菜區關心農損。要收成的時候，一場豪雨，就整個農作物就全部都損壞掉了。所以市政府的立場要趕快啟動，如何來幫助農民，讓他們的損失降到最低。韓國瑜強調，農民靠天吃飯，市政府會甲農民協做伙，啟動財損協助機制，率去到大邱參加防內節活動，下晡閣去布置推廣原住民文創生活工藝品，農務講起罷韓相關議題。高雄市政府呢，
做实事不空谈哈。那么对抗雨水，但不对抗口水哈。看到我们农民的这样子的一个辛苦的这样的收成受到损伤哈，怎么样才是真正的来帮助我们高雄市民哈？就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呢，做对的事情哈。以6月7日投票前最后关头，面对罢韩团体一直出招，韩市府尽全力用市政成绩化解罢韩危机。记者综合报道。毛边看到台北市长柯文哲今日宣布台北市防疫解禁的措施，基本上是拢按中央的规定在行，嘛是保持社交距离，也是挂嘴安，也无搁要限制活动的人数。对着中国强要来杀这香港版的国安法，伊是颠倒口说蔡英文总统讲是靠着香港议题，总统大选较赢这样济票。看向前面的记者朋友。台北市长柯文哲去发布农民市集，协助推广南台湾的农渔产品，已经冲击屏东邦寮乡观光产业，和石斑鱼的销路拢无好。台北市就举办下关市联合行销活动。另外，针对中央按算6月7日大解封，柯文哲宣布台北市也会对咧做。中央另外有规定了哈，包括这个公共运输意愿跟公有市场哦。中央有另外特别规定，按照中央。如果中央没有特别规定，原则上是解封的哈。所以戴口罩的话，原则上对整个活动的人数就不再限制。对中国强行推动港版国安法，柯文哲表示会和台湾民意离中国更较远，各口说总统蔡英文。坦白讲哦，去年要不是香港问题，小英总统选举不会赢得这么多。针对高雄市长韩国瑜罢免投票案只存最后1礼拜，柯文哲低调不愿意加讲，交由高雄市民决定。同款是达到南亚市长、新北市长侯友宜是俄罗韩国瑜市政竞争的唯一加油。看到防疫也好，防汛也好，韩市长带着他的团队积极努力、认真守护高雄市民的安全跟健康。我们给韩市长加油打气。暗过被问到是毋是去高雄斗3共徛台，伊无正面回答，强调家己甲韩国瑜同款，拍拼做好家己的角色，完成市政工作，才是上重要的。记者综合报道。第二个消息继续来看，是新竹德北一个社区有民众伫1楼开烘肉店，毋过烘肉的臭油烟味，有那互社区的徛家才会住户挡袂牢，所请新竹地方法院请求讲，这烘肉店爱清刷。法院即马有那判讲这烘肉店爱来搬走，这业者是赶紧出面化冤枉，讲伊嘛要上诉。BBQ 店的楼顶扣人挂着抗议的白布条，顶悬写着"你食饱，我去游园"的字。新竹县德北市有一个社区管委会指控，这间 BBQ 店为2018年开始营业，社区就开始受到游园味的侵害。经过决议了，决定提出诉讼，希望 BBQ 店会使搬离社区。就是阳台的窗户都要关起来，就是因为刚好我们阳台就在他们一样的方向，这样。是，我们也是在跟他们持续做了一些沟通，包含一些信，就是韩文的来往这样子。那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我们才不得已，我们才做了这样的挂布条的事情。尖峰时期做一道就会住户就会比较明显。那平常离峰的时候就还好，可是因为它是在1楼，它的烟囱就必须要拉到适当的地方，才不会影响到住户。BBQ 店的业者是发冤枉的表示，家己前后开差不多70万改善游园的设备，一切拢依照相关规定改善，而且嘛有定期做清理甲保养的动作。很重视游园的问题，不断的改善，对，住户那里的话有没有也是有在澄清，我们也是相对的也是说想要和气生财，然后我们也是不断的那个斥资啦，然后就是花大钱去改善游园的设备。过去这间 BBQ 店嘛，因为游园的问题，去环保局裁罚10万块限期改善，业者面对着这届法院的判决，后续嘛提出上诉的动作。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马上看到各地天气甲温度。来看的是这北部地区温度是25度到这33度。在明仔中部地区温度是25度到32度。来看到这南部地区温度是25度到34度。
北东部地区温度是25度到31度。华东的平湖、金门、马祖温度是24度到31度。马要来看到这未来这几天上主要的天气甲温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新闻最后，咱来英国来看一下动物园的，咱再会。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 want to help you. I can do it myself. 照顾的人，你应该爱先慢落来、静落来。你会当多听伊讲寡物件，多互伊一寡时间。你先听看伊要讲啥物，多甲伊开讲一下，多顺伊的意，咱这可能问题袂遐济。5月3日，拜六暗时7点半，成年台湾，咱做伙关心身边的人。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水啦。讲到阮后生新妇啦，拢唔知影拜拜的重要。今仔日我就要来甲大家介绍拜拜。拜拜，汉字写做拜拜，罗马字写做无爱拜，无爱拜，拜第3条。拜拜有伫庙拜。嘛有伫厝拜，不管是伫庙还是伫厝，拢有伊的礼数。若是去庙拜拜，入庙进前爱先洗手面、刷口。刷口就是落嘴的意思，这是对心灵的尊敬。入去庙的时，爱对庙的龙门行；出庙爱为庙的好门行。若行倒表，就会歹结交的欠损。欠损有进去的意思。爹爹，入庙了后，甲敬意摆好势，点香烛，再来先拜天公，用倒手甲香插点天公炉，煞咯，搁照庙里心灵的大事，一位一位拜，拢总拜煞，落尾才烧金，安尼就拜好啊。若是伫厝拜拜，一般拜神明甲祖先拢伫神明厅的红记道拜，拜好兄弟伫门口拜。咱嘛讲拜门口，若是拜地基主，就伫灶骹；拜床母，就伫床头。甲拜拜有关系，上意有烧香，有保庇，有食药，有惊气，意思是咧鼓励人。若骨力拍拼，就会有修成好年功。搁有一句俗语讲抓着神，抓着人，意思是讲，不管什么代志，袂使干那拢靠心灵帮衬。上要紧的是咱爱好好啊拍拼，有可能唔通伤迷信的意思。例如拜拜、礼数、献送。敬意、红过道，有烧香，有保庇，有食药，有惊气。
也着神，也着人。大家爱拜嘛爱拼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2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